2025年嘅聖誕就快到啦，我哋今集睇下 Newcastle 有啲乜嘢節目先。每年到咗11月中 ，Newcastle 就會開始有 Christmas Market， 開到12月聖誕節之前。我哋住喺 Newcastle 都有18年，呢個 Christmas Market 一年比一年熱鬧，而唔同種類嘅鋪頭都比以前多。以往都有啲俾大人同小朋友玩嘅旋轉木馬，今年就多咗呢個摩天輪。仲有呢個 Marshmallow Land 係俾人圍住呢個火爐一齊燒棉花糖，因為太多人啦，所以我就行唔到入去影。當然仲有一啲聖誕飾物裝飾嘅鋪頭，仲有一啲唔同國家嘅小食，仲有飲品，好似聖誕節飲嘅 mulled wine。另外一邊係靠近 Greenjoy Market 嘅，遲啲我會介紹一下 Greenjoy Market 係一個乜嘢嘅市場。仲有一啲專門賣手工製瓷器嘅鋪頭。行返出去大街就見到呢一間甜品店，好多人排隊，係食 churros。另外一間專門食英國傳統食品嘅 Yorkshire Pudding Wrap， 呢個都幾得意嘅，因為佢哋係將一塊好大塊嘅 Yorkshire Pudding 包住一啲火雞嘅肉，仲有 stuffing 啦，同埋 gravy 嘅汁，仲有薯仔添。仲有一間專門賣英國出名嘅豬肉腸同埋煙肉，可以買返屋企自己煮。天氣凍，當然都有啲鋪頭會買啲好暖嘅衫，呢一件睇起上嚟都幾暖啊。仲有其他嘅甜品店，例如芝士蛋糕。呢一間我係畀佢嘅顏色吸引到，一樽樽都係裝飾品。用 USB 插起之後呢，就會着燈，平平地當係送禮都幾好。見到呢兩個半圓形嘅物體呢，其實係畀人哋坐入去飲嘢嘅，咁就會比較暖啲，同埋就算落雨都唔怕會淋濕。呢一間餐廳以前都冇嘅，今次係第一次喺呢個 Christmas Market 度出現。呢一間鋪頭專係賣木製嘅模型。好靚，好有趣。行完 Christmas Market，我哋就走返去主要嘅購物大街。Fenwick 嘅櫥窗係好值得一提嘅。Newcastle 呢一間 Fenwick，自從喺1971年開始，佢哋每年都會以唔同嘅主題嚟佈置櫥窗，已經成為 Newcastle 嘅聖誕傳統。每年都會吸引好多人嚟排隊嚟睇嘅。2025年嘅主題係 Charles Dickens 嘅聖誕經典 Christmas Carol， 由作家兼插畫家嘅 Chris Riddle 創作。每個櫥窗都引導參觀者走入去故事嘅情節，從 Ebenezer Scrooge 與過去、現在同埋未來聖誕幽靈嘅相遇，到故事圓滿快樂嘅結局，仲配搭埋由 Royal Northern Symphonia 特別創作嘅音樂伴奏。今次條片就到呢度啦，多謝你同我一齊行呢個聖誕市集，仲睇埋 Fenwick 咁靚嘅櫥窗。希望帶到少少節日氣氛畀你，祝大家無論喺邊都有個溫暖開心嘅聖誕。如果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下一條片再見。